我的目标是降价这个独裁政权，不是蒋经国个人。即去就是等于去战争啊，吼，战死战活，另外一项代志啊。美国台独运动内面有真侪人，甲民主运动内面有真侪人有即个要暗杀蒋经国的想法。不过我听到的拢是讲要请黑道啦，要请黑人啦、流氓啦去做迄样代志，所以因邀请我参加计划时，我真紧就答应，因为我认为讲，都爱由互一个较普通的台湾人去做即款的代志，才有较大的代表性，才有较大的政治意义。思想有一个真重要的考虑啦，因为我头阵强调政治考虑，啊，执行的时嘛有政治考虑。这政治考虑就是讲，你袂使去伤到无关系的人，你若伤到无关系的人，对咱的运动都有伤害。所以你若无爱伤害到无关系的人，唯一的办法就尽量接近。所以迄日我是相当接近，啊，毋过。到尾就发生迄日发生的代志，就有人打我的手起来，所以拍手。你妈一阵迄彪形大汉的迄美国警察甲饲喺涂骹，啊，伊嘛有只要笑价，因为我细汉，啊，因拢足大张的，所以因甲饲落去啊，我头壳就对边仔个伸出来，啊，其他的人讲我头壳伸出来，随着甲。随着安尼规个根本就规个跳落来，就甲我砍咧。到尾我爬起来时，我迄摆实在是气毛足歹，所以我手举起来讲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， 安尼，所以迄是我唯一讲的一句话。就迄声庆声，嘛是互真侪台湾人对一个真长的梦中醒起来。因开始会去问一个虽然真。毋过相当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定了有个人会有讲说我杀人就是毋对的，无管你要杀是谁，还是安怎要杀伊，所以我无想要伫咧即个暂时顶头。替家己辩护啦！我唯想要讲的就是讲，希望若有即款观点的人，因原来的刑善法的标准去判断、去要求蒋经国，毋通有上定的标准。我是认为讲，1970年代会发生的市长案，好佳在有发生。我总是会感受讲，好佳在吼，有即款的反抗的市长案。我是感觉台湾人伫1947年228了后吼，我想台湾的社会吼，拢行到破大，差不多是台湾人互人当看作是一个非常袂晓反抗，非常毋知反抗，怎的迄种的相当的迄种的沉默。会忍耐，啊，其实有时是相当有真侪奴隶性格的迄种的族群，迄种恐怖的时阵，应该做一款的决定吼。这是表示台湾人的反抗精神无死，吼，这无死。我是感觉伊伫台湾历史发展的过程内底，我看这款的意义应该被强调。文勇迄当阵互我感受着讲，咱。讲千里以外的故乡，敢会去体会到，伊迄个当阵做迄个决定，啊了后，伊差不多半世人规世人的时间，伊的流亡，
伊的艰苦，伊的孤单，无人会去想到。啊，伊的老爸老母，伊的切肠，伊的亲情，伊个人一生未来的幸福，啊，世俗有的物件伊拢无。全世界，你着找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的人会退一个失败的刺客，开遮尔热烈的欢迎会。才阮老母开始无相信讲，我即摆转来是要转来定居的，就是讲我是偷偷转来看一下，啊，就要走咯。我事实上公开出现时间是有提早，啊，提早的原因就是顾虑到爸母迄款心理状态。我伫海外的时候，定下最伤款的一个梦，就是沿这条铁路安尼，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向新竹空军机场行去，啊，迄个梦我毋知做过几十遍啊，啊，定了，这就是我的厝，阮厝这个本来是较。转来了后，我这真大的感受就是讲，我感觉讲我并无属这个社会、这个土地的人，因为我所接触的这个社会吼。含这个30几年前我离开的时阵，完全无共啊！因为我离开的时阵，这个社会所看所听的，就是阮爸母所教阮的语言啊。但即摆转来了，当话会使讲无听袂着啊。因为台湾的社会吼有即款真大的转变，但是我有感受到台湾的社会内底对运动，对一个为台湾社会付出牺牲的运动者吼。大家迄个感念吼，并无遐尼强烈吼。所有人会问到讲，今仔日台湾的社会的民主化的程度，台湾社会甲过去的无共款。大家人会认为这是敢若是真自然，但是就我来看，这毋是自然的，这是有真侪人的付出打拼。阮伫海外咧流浪的过程中，虽然讲，互恁听起来，恁感觉真艰苦，无，阮并无即种的心态。阮敢若感觉讲，这阮家己是选择，阮就是爱安尼行。这几年的打拼，互我一直坚持落去。有一个真重要的点是，我对头到尾我拢无去就这项代志，想做讲是个人的悲剧。对我来讲，这是全部台湾人的奋斗。啊，我这边是因为我有某种机缘，我拄好行伫个上界头前啊。阮的心情就是讲，阮是一个报警的人吼，报警的人啊，即摆收割吼，互别个人来收割。吼，阮是即个开路的人。啊，后壁的人啊，开一条路，互大家去行。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台湾人，来去做这款代志啊，但都有原因，就是讲伫个一个较无平常的时代吼，即使一个普通的台湾人，嘛会做几项啊较无普通的代志，所以我无感觉到讲我是一个英雄啦。